乡亲到早，欢迎收看今仔日10月7日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一开始来关心泰国第10号发生幼稚园大规模枪杀案，上无有造成38个人死亡，而且大多数拢是细汉囡仔。凶手是一个因为毒品妨开除的警察，伊犯案了后，冲转去处理，佮杀害家己的母囝，尾啊自杀。一具囡仔的尸体自幼稚园内面滚出来，真侪家长伤心甲挡袂牢。现场有心理师伫咧甲因安打。根据急救人员所翕的相片看到，教室内面有真侪囡仔的尸体，有的迄当阵倒伫咧毯仔顶困倒，有的囡仔面有刀伤，头有枪伤，规头壳拢毁。มันพังประตูยิงปืนประมาณ2 นัดเข้าไปแล้วคุณครูก็อยู่ฝั่งครัวกับอีกครู3 คนบอกเขาแล้วแหละแต่ว่าเขายังคุยโทรศัพท์อยู่แต่พอดีมันไม่ทันไงมันไปมัน有一位老师讲，被抬死的囡仔有者2、3岁。警方讲，凶手是34岁潘亚卡姆拉普，是一个因为食毒被开除的警察。伊初六响到时阵，撞入去东北部罗摩兰埔府一间托儿所杀人，先对4、5位教职人员开枪。其中一位老师也已经有心8个月，摔落去硬倒抬囡仔，走至现场了，沿路若拄着人就开枪，有人受重伤倒伫咧路边。凶手尾啊走转去厝内，家己的看守囡仔抬死了，家己自杀。凶手的武器是2支枪、1支刀。总理帕拉育已经下令协助死伤者。根据路透社讲，虽然泰国平民有枪的比例是亚洲上悬的国家之一，每100个人就有15.1件武器，新加坡是0.3件，日本是0.25件。不过，真少有开枪杀人的代志，但是这几年也并不是完全拢无发生过。万国邮报报道，在过去1年来，至少发生另外2件现役军人举枪杀人的案件。2020年，一位士官长就杀死29个人，尾啊，互突击队员开枪拍死。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镜头搁等下国内来关心疫情，咱国内昨昏是新增加46423个本土病例，中重症有211例，死亡有57例，其中有一个1岁囡仔无注意防射，对破病到死亡干那1礼拜。今年到打嘛已经有35个囡仔胃病死亡。另外，教育部有宣布讲，对后礼拜4、13开始，学校的老师甲学生，若是甲带做伙的厝内人有确诊，也毋过伊家己本身无症头，而且有做过3档预防射，快筛2届拢阴性，安尼嘛会当去学校。新冠本土疫情抑搁伫高原期，初6礼拜4新增加46423例本土病例，比顶礼拜4增加3.9%。全台湾也是以新北市9成外例上济，中重症有211例，死亡有57例，其中年纪上细汉死亡个案是1岁查甫囡仔，9月20日破病，诊断是脑炎，虽然转送医学中心治疗，毋过病况恶化，伫9月30不幸死亡。目前累积的儿童重症个案数是238例其中今天有新增1例的脑炎死亡所以死亡的总数是来到35例。因为后礼拜边境管制要放零，教育部嘛宣布，为13礼拜4开始，全国各级学校教职员工甲学生囡仔，伫自主防疫期间，作为大个家属也是室友确诊，若是有出现症头的，莫来学校上课上班。无症头的，若注满3剂疫苗，要有2天内快筛阴性才会使来学校；若无注满3剂疫苗，3天前袂使来学校。第4天了后，若是无症头快筛阴性，就会当来学校上课上班。如果未打满3剂，依然依照指挥中心的规定，就是以3+4 3天的居家隔离，仍然以不上班不上课为原则。另外，境外生入境嘛放令，为13开始，境外生入境免报教育部核定，入境免隔离，改做7天自主防疫。无症头的会当住1人1间的学校宿舍，嘛会当坐大众运输工具。若是有症头，就住入去隔离宿舍；后续若是确诊，就转住入去照护宿舍。记者综合报道。那疫情指挥中心进前有讲，要预防射的资料是来做机密档案，要封存30天，引起外界质疑。昨昏卫福部长施水元伫立法院一时表示，伊强调相关的资料是保存30天，毋是保密30天。伊嘛讲每一款预防射保密的期限拢无同，亲像高端甲 AZ 是保密5天 ，Novavax 保密7天 ，BNT 是保密10天。
因为日本伫后礼拜要开放自由行啊，即马阁有新增加5种人口的预防车，严格名单内底同款无高端。这份比起来做疫苗增强身体保护力，为了得到安全有效的新冠疫苗，政府用多元个位加国内研发这2种，啊，毋过相关疫苗个位资料列作未经封存30年，互外界质疑是为了闪过监督甲秘密作业。早起，卫福部长施水源伫立法院财政委员会强调，这部分是公文保存的必须年限，甲每一间疫苗厂有各签订介绍的秘密合约。这些预算，你们都说这是秘密，要保密30年。目前我们取得厂商的同意，所以我保密多久？那个高端跟 AZ 的话是保密5年，保密5年。那 Novavax 是保密7年。Novavax 是保密7年，那 BNT 的话是10年。根据审计部统计，到111年9月底，国内购买疫苗数量是6841万外份，整送的疫苗是2426万外份，拢总有9267万外份。其中国产疫苗高端购买数量是500万份，有立委质疑高端较无人做，即马有170万份后期你要甲我爱消费，报废的比例超过1/3，等于是白白浪费百姓的纳税钱。你们已经展年第3次了，对吧？还要展年吗？应该没有了。对，因为现在有一些差不多100万剂的已经借期销毁了。另外，日本宣布10月11日开始开放入境自由行免签证，只要旅客注3剂日本成人的新冠疫苗，包括莫德纳、AZ、辉瑞 BNT、高生 Novavax， 各有可选定11款，唔免 PCR 就会当入境。啊，不过较目前也是无看高端疫苗列入清单内。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主计总处公布9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是2.75%，比顶个月也阁较悬。其中，咱国内17项重要的民生物资，亲像是鸡卵、沙拉油、卫生纸这的，平均的计算年增率是起价5.84%，这嘛创下这8年来新高。调涨之后，生意会有影响吗？没什么影响啊，因为大部分客人来现场才知道有涨价。大骨汤加入新鲜的菜色肉片火锅料，店员的手无停过，一鼎刷到一鼎煮。天气转凉，不少人爱食的三妈臭臭锅大出公具，10月1日开始，一鼎起20块，上俗的一鼎已经来到150块。黄豆啊，你像我们这些豆干酱，已经涨到差不多80几%都有，去港嘛都去。火锅里面越来越没有料啊，超工减料，那对整体都不好啊。近年来通膨严重，原物料成本继续起，伫物价起袂停的时代，民众真正有感觉。什么都贵啊，薪水又没涨。美国通货膨胀，欧洲通货膨胀，那么币值一直往下掉，所以钱会越来越没有价值。主计总处公布上新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是2.75%，起伏比8月的2.66%扩大。今年1月到9月的 CPI 年增率平均起3.06%，特别注意的是17项民生物资平均起伏来到5.84%，比顶个月扩大。其中鸡卵起上悬35.85%，沙拉油、调理油起16.03%，创163个月来新高。卫生纸、面纸甲纸巾仔起5.89%，是37个月来新高。未来沙油或许涨幅就不会再明显扩大了。它主要是受到国际黄豆价格之前提升的影响，完全受到国际指标的影响。不过国内的厂商的调幅有限啊，所以涨幅并没有像那个沙油那么大啊。另外，在美金继续强势之下，台票汇率行落，进口物价指数以新台票价格比去年同月起17.21%，继续维持高档，显示国内数字性通膨的压力犹原伫咧。记者综合报道。在当再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咱共款受东北季风的影响，早暗较凉冷，水汽嘛有较济，而且爱细日较强的阵风。啊，若今日各地气温大约是24度至25度，咱当再来看温度。今仔日受东北季风的影响，伫遮方面爱细日透强阵风，各地气温今日大部分是24度至25度，水汽嘛有较高。宜兰、花莲、大台北山区有局部大雨，也是大水雨。其中宜兰的山区有发布大水雨特报。
今日透早，宜兰的新寮累积雨量已经超过200毫米，嘛要提醒乡亲落大雨，山区的土石有较松软，溪水嘛较高涨流，所以较无挖进山区去活动。那明仔是24节气当中的寒露，表示进入深秋啊，天气会对凉冷豆豆变寒。后礼拜一双十节，第二波的东北季风会增强，大冷的空气会入南，会影响到后礼拜四。北台湾低温敢若剩20度尔，不过未过雨来达地。来关心上新的消息，这是2022诺贝尔文学奖是由82岁法国的作家安妮艾诺提着。伊的作品让俄罗讲充满勇气而且冷静。伊20外本册写周边的人的生活，伊嘛是一个维护女性有自主提囡仔权利的作家。2022年诺贝尔文学奖是82岁法国作家安妮艾诺提着。虽然坊间学议讲，安妮艾诺发现个人距离的根源，疏离甲集体限制勇气，抑个连层敏锐性，得到因的肯定。安妮伫咧因兜门口讲，知影消息真欢喜。Je peux pas. Bon, je suis très heureuse, je suis fière. Voilà, c'est tout. 安妮艾诺1974年以自传体小说《晴空》开始伊的文学创作，描述伊伫咧法国合法化进程的非法倒体提囡仔。伊20几本书记录生活中的事件，甲伊身躯边人的生活，清楚地描述性接触、提囡仔、疾病甲死亡。伊强烈捍卫妇女提囡仔甲避婚的权利。Parce que c'est la plus grande, je veux dire la contraception et le droit à l'avortement, ce sont vraiment c'est la matrice de la liberté des femmes. 评审委员讲，安妮艾诺伫咧作品内面勇敢、冷静、敏锐地讲述个体记忆的起源、隔离，抑个集体心理压制。伊作品点到记忆、家庭、甲社会阴暗面。Well, I think it has to do with her frankness. That is, she's an extremely honest writer who is not afraid to confront the hard truths. She's a writer she writes about things that no one else writes about. For instance, her abortion, her jealousy, her experiences as an abandoned lover, and so forth. I mean, really hard experiences, and she gives words for these experiences that are very simply and striking. They are short books, but they are really moving. 安妮艾诺是法国第一位女性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另外，2022年诺贝尔和平奖会伫今仔日公布，经济学奖是伫后礼拜日公布。记者综合报道。再加乡亲来看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中国时报》。《纽约时报》有报讲，解放军伫讨咧台湾周边进行军演，显示中国有意思想要封锁台湾。就算美国会出兵保护台湾，也毋过台湾嘛需要有武器、有能力挡到美国来斗相共，所以美国会提供台湾有够的武器做自我防卫。来关心《联合报》。国安局长蓝明通甲前国防部政战局干事委2个政治单位的高层，一个去泰国，一个去美国，这个秘密行程拢互公开。蓝明通是表示，这是中国的认知作战。泰国迄边已经讲，因为泰国的海关拢是用中国华为的设备，所以出现空旁。来看《自由时报》。去年4月份，有一阵穿乌衫的人冲入去台北市的上山分局中仑派出所，要拍警察，冒破坏警察局内底电脑。带头的苏海邦的持权，即马是互法院一审判6个月有期徒刑，确定会当依靠罚金20早18万，准备要交钱准煞。也毋过检方认为伊欠缺法治观念，所以共款嘛是该抓去关。中华有一个诈骗集团，共骗去柬埔寨，骗一个台湾人，通领10万块。检方伫昨昏，甲一个姓张的查某人等3个人起诉。即马柬埔寨诈骗引起国际上关心。柬埔寨当地政府为着要展现打击的决心，嘛咧清查外国人。目前有920个外国人因为犯罪互赶出境，看涉人口买卖犯罪台湾人内底有43个。犯下柬埔寨人口贩卖，中华这个姓张的查某人涉嫌诱拐国人去海外做工，不过是做诈骗专卖。今年8月，互人逮捕，将近2个月，检方查了警查终结，而且违反意图盈利以诈术使人出国这个罪嫌，起诉伊在内的3个人。路上刊登这个，比如说借贷的广告啊，或者是提供工作
可以快速赚钱的广告来吸引缺钱的民众跟他联系。他每骗一位出去呢，他就可以有10万块的奖金。竟然相信这种的话术，戆戆互人骗出国的至少有4个人。内祖想要回来台湾，敢若2条路：摕40万块来赎身，安尼无就爱掠高铁，一命换一命。伫被害人内底，另外有3个人伫机场就互人抓落来。检方发现，因本来就知影是出国去做诈骗。面对柬埔寨的诈骗风波不断，当地政府嘛宣示打击的决心。柬埔寨移民总局讲，目前有920个外国人伫当地牵涉到违法行为，等待互人驱逐出境，其中包含674个中国公民。他们有在抄园区，完全不看谁的面子，谁都抄。但是通风报信还很多，有抄到空的。所以园区大规模的转移到缅甸跟辽国。尤其最近的扫动行动，根据《简中时报》报道，警方一群抓到53个涉案人员，因涉嫌从事贩卖人口这个犯罪，为中国甲台湾来的都有49个人。根据了解，台湾人都占43个。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来向请咱同齐来关心目前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从疫情爆发到今，目前全世界确定病例是超过6亿2千万例，死亡人数有655万人。来看最新的统计，咱台湾昨天新增加46484例。目前咱台湾这阵总病例数计共已经超过673万例，日本超过2100万例，韩国是2400万例。目前全世界病例数上济国家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法国。美国超过9800万例，印度是4400万例，法国有3500万例，英国有2300万例。北韩伫昨早又发射2粒弹道飞弹，这已经是北韩12天来第6届射飞弹，造成迄个所在、迄个区域即马出现局势较紧张。联合国的安理会伫拜三时有召开紧急会议，讨论要安怎强化对北韩的制裁，也毋过引起中国甲俄罗斯的反对甲阻挡。北朝鮮が繰り返す弾道ミサイルの発射は関連する国連安保理決議にも違反するもので断じて許されず。北韩当地时间今仔日早起6点多，各向朝鲜半岛东部海峡发射2粒低糖弹道飞弹，拢落伫日本经济海峡外围，再度引起日本的不满。平壤方面是讲，是为了抗击美国甲南韩的联合军事演习。这已经是北韩12天以来的第6摆试射飞弹。拜日的中程弹道飞弹，也佫飞过日本顶面。美国随即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希望强化对北韩的制裁。不过，自从5月提案失败了后，这摆同款拄着阻力。The DPRK has enjoyed blanket protection from 2 members of this council. These 2 members have gone out of their way to justify the DPRK's repeated provocations and block every attempt to update the sanctions regime. 美国大使直接点名，中国两国和金正恩有好势，中国虽非常，美国定举行联合军演，这是威胁区域稳定的乐园。以上奉行双重标准进行政治操弄，毒化了地区安全环境。俄罗斯也符合中国认为扩大制裁对化解区域紧张无帮助。Мы неоднократно говорили и повторим вновь: введение новых санкций против КНДР – это тупиковый путь. Мера, которая, как мы уже сказали, не приносит в случае с КНДР ровным счетом никакого результата. 分析指出，北韩看准联合国安理会意见不同，向谈判中期遥遥无期的时机，更加会发动更较侪武器措施，甚至可能伫中共16日20代了后第7摆进行核子试验。面对北韩一连串的加速动作，美国拜三紧急下令航空母舰雷根号战斗群中返朝鲜半岛。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也伫下昼甲南韩总统尹锡悦通电话，双方同意提出新制裁，加强对北韩施压。公司新闻站回并编译。该看俄罗斯总统普丁今仔日过40岁生日，伊伫生日之前有签署法案，把乌东4个所在4个地区加落来变做因的。俄罗斯支持普丁的民众是讲，这是普丁上好的生日礼物。也毋过后面即马是决定要扩大对俄罗斯的制裁。Владимир Путин сегодня поставил точку в юридическом процессе вхождения 4 новых регионов в состав России.
俄罗斯总统普廷在5签署法律正式宣布，将乌克兰东部的顿涅茨克、卢甘斯克、赫尔松甲扎波罗热等4个地区并入俄罗斯国土。虽然俄军表示在赫尔松收复部分的失土，但过克里姆林宫发言人讲，伊原来继续甲想要加入俄国的民众协商，将会夺回某一寡土地。这话凸显切切特别过70岁生日的普廷，有完就有野心，超出外界所想的。Мною принято решение о проведении специальной военной операции. Ее цель – защита людей, которые на протяжении 8 лет подвергаются издевательствам, геноциду со стороны киевского режима. 今年2月2日，普廷驾到去纳粹化的机械入侵乌克兰，这也是在2014年并吞克里米亚了后，普廷再度对有意家己北约的乌克兰出兵，想要到这摆俄军做具顽强抵抗，战事无像伊所想的顺利。Всеми имеющимися у нас средствами. А те, кто пытаются шантажировать нас ядерным оружием, должны знать, что роза ветров может развернуться и в их сторону. 在开战半年外了后，普廷一边对内动员征兵，一边用核武威胁，搁借着天然气供应管制支持乌克兰的欧洲国家。不过欧盟已经决定对俄罗斯并吞乌东领土实施新的一轮制裁，包括加强限制俄罗斯在钢铁甲科技产品方面的贸易，搁对俄罗斯海军原油价设定上限。公司新闻张慧斌编译。俄罗斯总统普廷进前嘛下令，讲要扩大军事动员，互因加入乌克兰战争。目前已经有超过20万人奉叫去做兵。在阿兵哥入伍了后，随互送去乌东的战区训练。那乌克兰的阿兵哥，真侪人已经战半冬啊，虽忙忝头，也毋过因讲因会继续守护国土。连续发射精力装备，这寡枪装备的是拄啊开始学习使用武器的俄罗斯武备役军人。Полный вперед! За родину, матушку Россию. Вот, как бы так. Больше нет страха. 根据俄国总统普廷正式发布部分军事动员令，根据俄国国防部到7时为止，已经超过20万人奉征调进伍，部分新兵也送去乌克兰东部的战区接受作战训练。有一寡人受训了后，惊吓感已经降低，认为无想的遐尔可怕。不过真正要选，也是唔通面对，不是生就是死的战场较好。Мобилизация – это такая штука, где особо-то не спрашивают. Конечно, хотелось бы, чтобы ничего этого не было. Хотелось бы дома находиться. Надо, значит, надо. 另外一边的乌军斗志犹原真悬。乌克兰防治战已经8个月，乌军自一开始无被看好，到展现顽强抵抗力。最近几礼拜，佫开始定拍赢，陆续收复东部甲南部数十个地区。面对俄国动员有备役，因无咧惊。Їхня мобілізація, ну то скільки б там їх не було, вони все одно теж не сильно хочуть з нами воювати. Там були пару і полонених, і то і дехто за гроші сюди приходить, дехто. 乌克兰士兵强调，家己是为家园存亡来战，这就是俄乌双方军心士气上大的无共点。公司新闻齐焕玲编译。那伊朗的头巾示威，即马是愈来愈激烈。10月份开学了后，即马连高中生拢加入，伫校园内底画口号，而且甲头巾摕掉，佮拆破领袖的相片。即马法国嘛有愈明星咧响应，这场抗争即马已经成做伊朗全国性的学运。伊朗的政府继续咧镇压，上无嘛已经造成154个人死亡。伊朗的科尔曼街仔头4家拢是示威者，学生用一把火甲包头巾烧掉。22岁库德族女性艾米尼伫9月中，因为无甲头巾戴好，互道德警察以违反服装规定掠走了后死亡。这互民众是真生气，对街仔店甲学校4家拢有人在抗议。所以安全部队是摕棍仔对咧后壁，嘛无法度停止学生的抗议。10月初开学的高中，伫咧学校内面嘛同款开始反政府。这是伊朗最近几冬来规模上大的学生运动，上大的精神头人哈米尼是甲责任塞互美国和外国势力的介入。听证会的游行内面，阁有女性是坚持要支持戴头巾。حجاب الان به عنوان یک قانون در کشور ماه و اینکه به نظر من شهیدان رفتن که این حجاب رو سر ما باشه.
为艾米丽发起的示威，就亲像放气的炸弹，要求女权和解放的火是真紧就对外烧出去。除了伊朗国内真生气，国际社会嘛真愤慨。For freedom. 法国影后朱丽叶·碧诺许和玛丽永·科昂是带头来做加头毛的运动，女明星把头毛加落来，而无是咧讲艾米丽的遭遇。这画面伫社群媒体是一直流传，巴黎艺术家嘛伫隧道是画图，每一个画面拢伫咧要求开放伊朗的女权。伫伊朗，长头毛是女性美丽的表示，公开加头毛就代表上亲上大的抗议。后面一个伊朗裔的瑞典代表嘛伫咧演说内面甲头毛加掉。会当注意的是，即摆参加大规模抗议活动的真侪拢是查甫人，这伫过去是真罕咧看到的。一直拓开的示威代表希望革命必胜，但是伊朗名声真歹的安全部队面对青少年镇压是同款无得客气。伊朗的人权团体是估计至少154个人伫抗议内面无命。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今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同齐来看世界。G20 峰会11月15至16会伫印尼巴厘岛举行。美国总统拜登接受媒体访问的时，伊是表示，无排除伫 G20 甲普丁见面。那北京嘛表示，就算乌克兰目前也毋是 G20 的成员国，也毋过泽伦斯基同款会接受邀请去参加。来关心中国防指控讲伫新疆的维吾尔自治区，对维吾尔人甲其他的穆斯林少数民族犯下违反人道罪。联合国的人权理事会47个成员国伫今日表决，尾也是否决甲这个议题进行辩论。来关心俄罗斯送天然气去欧洲的这条北溪管线，伫瑞典的经济海峡有2大破坑。经过调查，瑞典表示伫现场有找到破坏证据，应该是人为的破坏。民众党新竹市长参选人高虹安，伊的博士论文即马互亚公用抄的。主席会就讲，看过论文了后，即马应用的比例有8成超过合理会当使用的范围，所以拍算要提出告诉。那高虹安是讲，伊的博士论文有113页，主席会这资料敢若看6页，哪有8成？我们会主张我们的著作权，那要求这个对于著作权的部分的尊重。那我们会寻求法律的途径来进行解决。民众党新竹市长参选人高虹安博士论文抄袭记录，主席会改变顺学术引用无授权问题讲法。这个大长弯改讲超过合理使用范围，无排除故意。民众党是批评民进党压人逼口径，民进党是颠倒讲因私色行动。资策会。你是多怕民进党？你是多怕柯建铭？国家还是我们的经济部是民进党开的吗？法院是柯建铭开的吗？法律是由柯建铭来去解释的吗？请高虹安候选人面对问题要说清楚、讲明白，请不要再用逃避、说谎跟切割。主席会判定论文有8成引用，不过高虹安讲论文拢总113页，主席会期刊论文敢若刊登6页，绝对无8成同款的可能。回应主席会以外，嘛无袂记咧变选战。就第一次吃到就是这个脏脏包，然后我就惊为天人，想说，这也太好吃了。对，而且那一天其实在这个就是脏脏包吃了1个之后还不满足，还把其他剩下来的把它带回去。高虹安找好朋友开直播推销新竹美食。国民党林经仁是提出清零政策牛肉，以就业、创业、基大问题加多元发展这3方面，提出青年未来3支箭，包含培育在地人才，或是创业动能，争取兴建3000户社会住宅，其中20%作为青年住宅，落实居住正义。林经仁也进一步提出绿能共享医拜政策，要满足民众日常通勤需求。新卫防嘛拄发表135交通政策，希望会当解决竹科交通塞车问题。记者综合报道。那台中的选情，即马焦点伫台中火力发电厂。台中火力发电厂烧土炭机组换烧天然气的规划机场，台中市政府即马态度出现变化。市长罗秀燕表示，因同意先互台电起一座烧天然气的，过当年才阁跳掉两台烧土炭的。也毋过仍然是批评讲罗秀燕任内，台中的空气污染完全拢无改善。那台电嘛讲，早就是即款规划啊，拢是市府一直在拖时间。
台中的天顶又过蒙蒙蒙，能见度无好，中台湾搁进入秋冬天，空气污染季。民进党台中市长参选人蔡其昌批评，这几年 PM2.5 的浓度排名甚至倒退。卢秀燕政府4年前讲，市长换人空气换新的竞选口号明显跳票。空气其实数字就知道了啦，这个PM2.5浓度在林市长最后一年，在台中在22个县市当中排名11，那卢市长做了4年之后，现在排名是第12，所以这样的空气品质大家可以接受吗？这个不但没有进步，还倒退。不过，台中市长卢秀燕讲，正仍坚持台中火力发电厂先拆燃煤机组，再去燃气机组的立场。不过，考虑国家经济发展加空气品质问题，才决定同意和台电起一台燃气机组，过当年台电拆2台燃煤机组，加1支延长。中央答应台中市政府，他们燃气机组盖好以后，就可以拆燃煤机组。那我们的这样的一步是好，让你先盖燃气，然后呢，我们再来拆燃煤哈。那各取所需，那已经达成协议。台中市政府讲，双方各退一步达成协议。不过台电是讲，原本就规划先起燃气，再拆燃煤。批评是市政府发酵上慢，规个进度拢拖慢去。台电公司这边的规划，我的燃气1号机商转以后，隔年我们就会把那个烧煤的1号机、2号机呢，我们就会把它除役跟拆除，我们已经慢了，所以慢的原因就是台中发照发得太慢，所以这个都 delay 了，本来应该可以更早一点。台电强调，台中科学园区增加用电正急，赶紧和燃气机组上线商转，才是正确的能源政策方向。目前规划第1台机组2025年上线发电，2026年第2台机组加入运转。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经济国建署的调查，2021年去年有52.2%的高中生10外岁囡仔捌啉过烧酒，若高中职的学生囡仔佫较侪有72.4%。若还未18岁袂使买烧酒，高中生的酒倒位来？经济调查大部分拢是厝内人提供予因的。国建署就表示，少年家就开始啉酒，安尼成年了后，对酒精的依赖程度可能会增加，嘛影响健康。日子若是过了80，有一寡人会选择小可啉一杯。不过，根据儿少保护法，卖酒也是提供烧酒予少年人，要罚1万块到10万块。根据国建署的统计，2021年有14.1%的国中生，30.6%的高中高职生，捌伫调查时的30天内啉过酒。大学成年了，成年之前有喝过酒。就是红酒套苹果西打那种，长辈过生日。青少年按照规定袂使啉酒，但是国建署去年调查6700的青少年，2018年国中生有52.2%捌啉过酒，到2021年小可降到49.7%，大部分是厝内人提供。高中国籍学生的部分，伫2019年时有72.4%捌啉过酒，2021年小可增加到72.8%，4成是家己买，3成外是厝内人提供。青少年可能有时候为了社交上的需要啦或者是同侪的一些影响，14岁以前如果就已经开始有饮酒的人，跟20岁以后才饮酒的人，他的酒精的这个成瘾的程度是4倍。往后的生活中比较容易会发生，就是酒精所导致的一些心理健康啊，或者是一些神经认知或者是一些危险行为的问题。国建署呼吁家长甲老师要更加关心学生，会使主动甲因开讲了解生活状况，互因了解啉酒可能造成的危害，嘛避免出入有机会啉酒的场合。记者郭文婷随台北报道。为了降低奥多巴的事故，目前民众要去考驾照之前，拢要先完成危险感知影片的测试，才会当去报名考驾照。也毋过为即马是发现讲，即个影片的测试，总共全部拢写毋对，共款会使考驾照，安尼规划有啥物意义？报告机车驾照进前，爱先进行危险感知影片测验。影片模拟机车伫道路行驶拄到各种状况，不过并无说明安全使用。民众向一个看，无啥啥。它说明没有很清楚，对它只是直接就进影片。你第一个影片你可能会反应不过来，不是很理解他要我想我看什么，就是我也不知道他要点哪里。我考0分哦，受测者啦。如果你考0分没有通过。我以为就不能报名了，原来还可以。
面带亲身体验，发现全部唔对，嘛当继续补课。批评有敢若无力，交通部回应：机车考照减低测验的设计是希望增加民众行车安全的观念。网站设计若是民众无了解，会检讨改善。为了提升骑机车人的安全，交通部当地研究是毋是加目前机车考照的宽张路口，提升亲像汽车的道路考照。我们期待他是对路况了解啊，包括谁会对他造成伤害，或是他自己应该遵守的规则。所以我想到这部分，我们是出于降低机车死亡所做的一个第二阶段的一个计划。根据交通部道安会统计，今年1月至7月，机车事故死亡人数有1124个人，比去年同期增加108人。要安怎透过机车考照来降低机车事故的比率？公路总局当地研究，上近年底就定出方案。记者综合报道。新闻消息来看，后礼拜一双十国庆，那总统府伫昨暗是举办国庆光雕。今年是以宝岛有光、土地之爱做主题，有出名的电影，也有经典的歌曲，带乡亲咱同齐来看。属于我们的音乐不只有悲情，更有海纳四方的畅快风景。大型光雕投影伫咧总统府的建筑物顶。超跨角度的投影幕，甲总统府的建筑物并做时间有限定的剧比。自10月初6暗开始到国庆日迄暗，每天暗时拢放6场，以12分钟再现《海角七号》《翻滚吧，男孩》等25部经典电影，佮透过8首歌曲，向记录下文学甲洪一峰等歌王歌后致敬。他曾经许愿，希望自己故乡的年轻人能一起创下艺术的福尔摩沙时代。国庆光雕秀搭配金马导演黄信尧的配音，黄土子林之助家担定普丁艺术家的经典画作，隆重登场。今年国庆光雕秀以宝岛有光、土地之爱做主题，探索世纪经典作品对土地甲生命的连结，也个侵蚀一个台湾这片土地的创造力。国庆光雕秀自初6开始限定5天，每天暗时7点到9点半准时点到。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10月17是国际消毒散车日，家扶基金会有主办艰苦生活节，已经进入第9天。因是表示，这2天的统计拢发现讲，经济较弱势这家庭内底，单亲妈妈的比例超过1半，而且大多数拢是因为疫情去影响到因的生活，所以希望社会关心这弱势家庭。我有时候会在妈妈做家庭代工的时候，我会在家里帮忙顾弟弟妹妹。爬上台顶分享家己的日常生活，虽然看起来歹势，但是各种理念的小安对家庭所有的付出，拢是来自一份对妈妈的不甘。家扶基金会为着响应10月17日国际消毒贫困日，主办艰苦生活节，希望借着2个单亲家庭的故事，提醒社会这个世界也有真侪需要关心的人。其实这2-3年来，因为疫情的关系，其实在社会最底层的这些艰苦的家庭家长们非常的辛苦，尤其是女性的家长。家扶基金会表示，因所辅助的单亲家庭当中，单亲妈妈占超过1半，所以因认真推动家长的职能培训。亲像这位来自印尼的单亲妈妈安娜，就在基金会帮助之下，摕到主家的证照。我感谢家扶有开个这个课程，这是什么？就是那个家长方案课程就是鼓励姐妹们多多参加。艺人何君祥是艰苦生活节的爱心大使，亲身拜访单亲家庭，嘛参因互动一段时间，已经做爸爸的伊真心佩服这个单亲妈妈。单亲的妈妈，然后一个人要抚养孩子，然后又要身兼父亲的工作，又要去外面工作养家，然后就觉得他们真的很伟大。送出一张家己甲弟弟妹妹画的图，小安讲要感谢何君祥来到因家陪因佚佗拍球。家扶基金会希望透过这个活动，会当互社会注意到这弱势的家庭。记者麦上英宗派文台北报道。美国职棒大联盟洛杉矶天使的日本球星大谷翔平，敢若差一局投球就会当加做年度规定投球的局数。伊伫天使这一季上尾一场的例行赛，伊是做先发，虽讲尾是输去，也毋过伊这一季有投168局，共666届，加做大联盟有史以来头一个投手甲控球拢达到规定标准的球员。攻占一垒，吹加着教练摕来手套。打者翔平本季第663个打席都是安打，一局后半场投手大谷上场先发。
2-2. That is in there, got him. 上回头一局，大谷就互运动家打者3上3落，因为戴立明1950年采用资格规则了后作为投手，爱投完加赛季场次同款的162局，这局当时大谷本季第162局，以主投5局61分了后退场，虽然天赛最后2比3输球，相当败阵，不过本季累积166局666个打席，成做戴立明史上第一位投打拢达到规定標準的球員。一つずつやっていくことに対してのその規定に2つやっている段階で乗るかどうかが自分としてその目指すべき数字なのかどうかっていうのはやっぱりやってみないと分からないんで、それが分かったのは良かったかなと思います。小罗属于家己的棒球历史，大谷比赛了后真平静，无特別想法，也不過表示對球季進入季後賽唔忙。全体的な、個人的に全体的には良かったかなとはもちろん思いますけど、それでも、今日で終わってしまうっていうのは、不本意なところではあるので、本来ならここからがスタートというか本番ぐらいの感じでいければもちろんいいですけど、それを目指して来年頑張りたいなと思ってます。大谷翔平本季28場先發，15勝9敗166局，勝出219次三振，防禦率2.33， 157場出賽586個打數，攻出34粒紅布朗，95分打點，打擊率2.73，出賽場次生涯新高，成績穩定。以去年獲頒美聯 MVP， 今年有機會佫競爭。伊上強的對手是只攻出本季第26粒的紅布朗，女是美聯單季上濟紅布朗紀錄。包辦131分打點的洋基隊法官謝志，記者綜合報道。俄烏戰爭有引起美國甲俄羅斯局勢較緊張，也毋過佇太空領域，美國甲俄羅斯並無貼破面，有繼續交流合作。一隻飛龍號太空船的 SpaceX 獵鷹9號火箭，駕駛的太空人送去國際太空站，內底成員就有美國人、日本人，嘛有俄羅斯人。MS2 has you loud and clear。4個太空人穿好裝備，坐起哩太空船，準備要去國際太空站。美國時間7月中晝，飛龍號太空船對 SpaceX 獵鷹9號火箭升空。這擺任務是2個美國、1個日本和1個俄羅斯的太空人組成的。Thank you, Falcon 9 and our fellow agencies, to Roscosmos, NASA, and JAXA, and SpaceX exactly for giving us that opportunity. We're so glad to do it together. And thank you for everybody, for all people who with us. 38歲安娜奇奇娜是俄羅斯太空總署唯一一個現役的女性太空人，嘛是20年以來第一擺有俄羅斯的太空人對美國本土坐太空船去哩。美國 NASA 和俄羅斯的太空總署是簽共享的協議，雙方是互惠交換。奇奇娜和另外一個美國太空人是換位，伊坐美國的太空船升空，美國太空人是坐俄羅斯的聯名號飛船去國際太空站。但是因為即馬俄羅斯和烏克蘭的戰爭擱在拍，美國和俄羅斯的關係真緊張。不過這個合作繼續，大家是真關心。目前看起来双方并没有切断这方面合作的打算，只是内部都还是有一些声音，所以目前还是一个相当不稳定的状态。国际太空站在10年内肯定也需要更新，在这些太空站上的合作其实有一个洗牌的可能，没有办法参加国际太空站的中国也希望把天宫变成一个未来的一个国际合作项目。地缘政治的情势之下，太空站的计划有兴趣的国家做协调，那这个是接下来需要非常注意的重点。这摆太空站的任務是暗算發射了後29點鐘就會當到國際太空站，接原本的太空人來做5個月的科學任務。記者綜合報道。美國中央情報局 CIA 和全世界各國嘅情報單位同款，攏真神秘。這嘛是電影真介意去拍題材。啊，那佇現實嘅生活中，情報單位生啥款？美國 CIA 成立滿75週年 ，CIA 博物館嘛罕見見光，互媒體去翕。伫博物館外口這個圓環有一台敢若是科幻電影內面的飛機，伊甲西雅圖坡興博物館大廳內面的這台 SR-71偵察機，外形看起來是真同款，不過詳細看會當發現，專門為中情局設計 A-12，甲美國空軍太空總署 NASA 使用的 SR-71無啥同款。
The A-12 has one pilot, and the SR-71 has a pilot and a reconnaissance systems officer, because the SR-71 did more kinds of intelligence collection than the A-12. The A-12 was photography. SR-71 could do other things. Our mission is to collect intelligence any place, any way we can get it. We were authorized to build aircraft because we couldn't put spies inside the Soviet Union to find out what we needed to know about their nuclear program. 除了前苏联，1950到60年代开始核武计划，中国也是美国收集情报的重点。不过美国无方便出面，所以就甲迄当阵的国民政府合作，由台湾的飞行员以中华民国空军的身份，在飞机顶头印着青天白日标志的 U2 侦察机，执行 CIA 的情报任务。包括陈怀生等国军的飞行员，身高被强军拍落，有的阵亡，有的被掠。包括尾下做华航飞机机长。抓劫机叛逃到广东的王锡柱，也扮驶过 U2 侦察机侦察中国的核武设施。博物馆展览的除了伫咧做间谍任务的侦察机，还有各种特别人员的装备。当然一定有敌对国家伫咧用嘅 AK 核的步枪。因为这间厝的模型，博物馆讲是今年设计时阵，和 CIA 拍死介入恐怖组织第2号人物查瓦西里最后藏的所在。当然，伫 CIA 75年的历史内面，除了重要的情报加反恐任务，也伫咧这片过程中产生真侪争议，甚至是污点。Why don't we go outside? We're sure we won't be missed. I wish I could. Have to stay near the phone. Working on a Saturday night? Bringing someone across. 电影内面，线民最后被当作炮灰放杀，为了要拍死重要目标，牺牲无辜的人命，更加是这款情报单位常常做的代志。Happy? 74 casualties, an entire apartment block leveled, one dead terrorist. Yeah, happy. 另外 ，CIA 被指控涉入外国的军事政变，甚至吸收纳粹德国的强谋者，加入情报、非法监听，还个杀人灭口。一寡未见的人的任务，和 CIA 一直拢无法度脱离歹名声，也个民间甲国会质疑。这座伫咧美国维吉尼亚州，属于 CIA 管辖的博物馆，普通时无对外开放，只敢和 CIA 人员学习。不过有兴趣的网友，也是当对博物馆的网站，小可看到全世界上大情报机构之一的神秘的所在。公司新闻徐嘉玲编辑。卡达在要举办世界杯卡球赛，真侪国家、真侪人拢对这个国家真好嫌。讲到卡达，有人会想到这是生产石油好嘅国家，可能嘛是生做亲像阿拉伯人共款迄个型。为着要互众人、搁较侪人、搁较了解卡达，当地就有少年家翕影片，了解卡达的日常生活。Today, we're going to be answering the web's most searched for questions about Qatar. What is Qatar famous for? So, of course, we already mentioned that Qatar is famous for being one of the richest countries in the world. Welcome, everyone. Mr. Q, you are from here. 今年38岁的 Q 先生，爸爸是卡达的人，妈妈是对英国来的。伊讲伊伫英国读大学的时阵，真侪人拢问伊讲卡达伫对，因为真正收集互问到这个问题，伊嘛开始质疑，啥那这侪人唔知影卡达。So I went online and I started to search, and it was true. A lot of information was super out of date, and there was very little information, if there was any anyway. And I decided I wanted to create a site or a blog. Q 先生伫2008年是成立家己的部落格，专门为住伫卡达的外国人士来解答因的问题。十几月卡达就要办世界卡球比赛，到时有30几个国家的选手含各地来的球迷会来卡达。Q 先生服务的对象就会更较侪啊。伊的 IG 含 YouTube， 即马拢有10多万人在追踪，真侪人问讲安怎拍招呼咧。Today we're going to talk about how Qataris kiss. We're going to do some quick demonstrations. So, as you can see, two men are approaching each other, and they're going to shake their hand, and they're going to kiss twice. If they, I mean, in the cheek. Twice, with the cheek. Okay, that's if they don't know each other. Q 先生嘛捌特别介绍卡达人的穿插，伊讲男生伫长衫下骹阁会穿一领长裤。卡达上好食的当然嘛爱介绍，但是常常拢笑笑的 Q 先生，有当时嘛会因为别人的印象感觉艰苦。The thing that stresses me out the most is how people don't realize that
we are all individual citizens that make up a country. I just don't like it. I don't like when people stereotype or generalize that when they see something negative that's happened that we all accept it or we all agree with it. 除了拍拼拍破别人的偏见，已经互聘做卡达的足协顾问的邱先生嘛讲，卡达为着要迎接世界脚球赛的人客，特别是放零啉酒的限制，同性恋的人士嘛会当来，希望各地的民众拢来体验卡达的热情。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来关心国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24度，上悬31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4度，上悬33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4度，上悬34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4度，上悬31度。外岛的温度24度至31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祝您平安顺心，明仔早起9点，咱再会。